一起經過，一起經過。一起經過哥林多前書09。呢個禮拜嘅讀經係哥林多前書嘅第3章，今日靈修分享係第3章嘅18至到23節。人不可自欺，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倒不如變作愚拙，好成為有智慧的。因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經上記着說，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又說，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所以無論誰都不可拿人誇口，因為萬有全是你們的。或保羅，或亞波羅，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並且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又是屬神的。不可自欺呢個動詞呢，保羅用咗6次啊，新約其他地方都冇用過啦。而家喺呢一度呢，更加係用咗一個命令式，就表示當時實在有人喺度自欺，佢哋應該呢停止呢種嘅態度啦。好明顯喺哥林多裏面呢，有人以為依從某一位嘅名師啊，就係智慧之舉，但係呢個智慧只係屬世嘅啫，從字眼所暗示嘅係短暫嘅。信徒喺教會裏面，亦都喺世界裏面，但係佢同兩者嘅關係呢，佢大不相同啊。保羅勸信徒要變作愚拙嘅，好成為有智慧嘅。喺猶太人嘅智慧當中，對拯救者彌賽亞嘅認知呢，就係呢一位彌賽亞能夠好似上帝咁樣行神蹟，以此作為印證嚟到滿足佢哋嘅渴望。保羅卻係要宣揚嗰位被釘在十字架嘅基督。呢一個咁樣嘅信息喺猶太人睇起上嚟係一種侮辱，因為釘喺十字架上嘅係被上帝咒詛嘅，點能夠成為拯救者呢？十字架嘅信息係對推崇智慧、尋索智慧、構思智慧嘅希臘人嚟講，同樣係愚拙荒唐。但係保羅去指出，如果靠智慧先能夠得救，咁樣就只有所謂有智慧嘅人先至可以獲得救恩啦。但係無論追求神蹟或者智慧，都唔能夠帶嚟拯救嘅。保羅所宣揚嘅福音係被羅馬統治者同埋猶太宗教領袖聯手釘死喺十字架上嘅耶穌啊！呢個十字架嘅信息正係上帝賞賜俾人嘅福音。十字架原本係一個極殘酷嘅刑具，而家竟然變成一個拯救嘅記號。上帝透過耶穌嘅死同埋復活嚟到成就救贖恩典。世人冇辦法藉住自己嘅智慧去認識上帝嘅作為。上帝呢，佢係藉住十字架上嘅耶穌，以被視為愚拙嘅信息嚟到去拯救人。因此，人必須用謙卑嘅心，先能夠領悟到上帝嘅啟示。呢度講到拿人誇口呢，就係指到某啲人崇拜領袖。嗱，呢個都係教會分裂嘅起因啊。保羅啦、彼得啦、亞波羅啦，佢哋都係神嘅僕人，佢哋同萬有都係神賜俾教會嘅，唔可以將佢哋當作崇拜嘅對象啊，而落入世人嘅陷阱當中。保羅提醒我哋唔好自己欺騙自己啊，應該用神嘅智慧作為標準去量度萬事。其實人之所以咧結黨紛爭，都係因為咧自以為有智慧。所以保羅話，如果有人以為有智慧，還不如變作愚拙才好。有時咧反而中咗自己嘅詭計。我哋需要學習謙卑喺神嘅面前，絕對唔可以以自己嚟到誇口。我哋跟隨嘅唔係人啊，乃係耶穌基督。而我哋單單去依靠佢、仰望佢。其實成為基督嘅身體，真係需要明白一件事啊，
就係喺一個身體裏面唔會彼此爭競嘅。如果爭競嘅話，咁樣身體就會出現問題或者生病。呢個亦都係大家明白嘅保健嘅原則。不過我哋卻好難將啲咁嘅原則運用喺教會裏面。結果呢，喺教會裏面經常會分門別類，互相比較，導致彼此競爭。求神幫助我哋學習能夠彼此接納啊！親愛嘅救贖主，求你開啟我嘅心眼，使我睇見你嘅智慧就係通過耶穌嘅十字架苦難嚟成就救恩，有今生同埋來生嘅永遠福分，唔會短視喺追求今生嘅功名利祿。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